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7月24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高子的疫情。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6000例高子的病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当时宣布，把高子列作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是世卫上界关键的公卫警报。不过，其实世卫专家委员会也未决定要把高子列入紧急事件，等是世卫负责人家己决定发警报，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发生这款的情形。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到7月20日上线统计，全世界已经有74个国家通报16836例高岛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宣布，将高岛的疫情列作全世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不过，其实专家委员会已经也搁无啥讲，所以这是世卫组织负责人第一遍家己决定发布相关层级的公卫警报。We have an outbreak that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rapidly through new modes of transmission about which we understand too little and which meets the criteria in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For all of these reasons, I have decided that the global monkeypox outbreak represent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这便是世卫第7遍宣布国际关心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6遍分别是2009年的 H1N1 新型流感、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病毒、2014年的小儿麻痹症、2015到2016年的兹卡病毒、2019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2020年的新冠病毒，在世卫宣布之前，美国真侪地方政府就已经呼吁关心高岛的疫情。Sadly, despite 2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COVID, our response to monkeypox has been maddeningly slow. 在美国的确诊病例内面，有超过90%拢是查甫加查甫的性行为者，也毋过有少数的女性加跨性别的男性被感染。即嘛包括纽约加加州等所在的高岛疫苗拢无够。Right now, it is that kind of close skin-to-skin contact that's promoting spread, and so we hope to be able to limit that by targeting those who are most at risk and engaging in these behaviors. With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美国最近也第一遍在2个囡仔身躯顶发现高岛的病毒，可能是出来人传染的。2个囡仔病例无关联，身体也正好，正伫咧接受治疗。谭德赛认为 WHO 的声明将会当帮助加紧疫苗的开发，加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国内50岁以上民众拢会当开始去注第4档的新冠疫苗。即阵青少年当咧注 BNT， 有一寡台中的民众第4档想要注 BNT， 就讲实在是真歹有用。也若是疫情的情形，昨国内是增加22347例本土病例，有53个人染病死亡，171例中重症。台中文心心灵公园快打站透早就出现大批排队的人，全拢要注 BNT 来。也毋过人伤济，民众伫大日头骹排队，甚至也阁有外观车也来注，互未少民众真不满。很像一堆难民在这边挤在一起啊，没有秩序。有些老人家根本受不了啊，还没打就可能就晕倒了吧。中央扩大的第4期注射对象，23开始50岁以上民众拢会当注。台中开放文心心灵公园甲东协广场2个挂点注射站，提供限价注疫苗。虽然现场随到随注，也毋过大人 BNT 只有160个名额，吸引大批民众抢来排队。成人 BNT 它的库存量很少，像台中市大概只有2000剂，所以几乎没有其他的医疗院所可以预约得到。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全市大人 BNT 只存2000多剂，需要优先提供给12至17岁青少年作为注第3剂，所以逐工只会当限价大约100剂左右给快打站。另外，在疫情方面，指挥中心公布23增加22347例本土案例，增加53例死亡个案，加171例中重症。那目前轻症无症状占全部病例的99.54%。指挥中心表示，23增加5例密斯氏儿童重症个案，一例伫家互病房插管治疗。6个月至5岁莫德纳幼稚疫苗开始注2天，累计有1.5万名幼稚注疫苗。23个案数比22下降6.2%，甲顶礼拜六比是下降11.5%，呈现大大下降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
昨是24节气的大暑，规天的天气拢是热翕翕。全台湾上界热的所在是花莲的玉里，有40度C，上晡的温度普遍嘛超过38度。气象局就预告，今日也是有可能会到38度以上，要到明仔载温度才会小可下降。天顶拢无云，日头赤炎炎，未少民众太热热去花莲台东佚佗。不过23是大暑，全台上悬温搁再出现伫花莲，玉里40.4度，富华也超过40度。外面中因看到基比派出所巡逻车一路一直等，赶紧运送伫修高乱区溪边昏倒，敢若掉所的10个人到港水公路，结果由救护车接手，赶紧送病院，争取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缩短送医时间，所幸送医及时。中暑民众就医后已无大碍。人未堪要接热，同时未更加受到伤害。龟仔树和大日头跑到到地，已经出现大黄的情形。吉安乡200公顷的种植面积大约是3成受到损害。地方烦恼讲，这情况恐惊更加严重。下个月会更严重，因为吉安乡已经连续22天未降下任何一滴雨量。那目前水资源的部分也非常的匮乏。天气上热，后花莲的畜牧业受到冲击，温度上悬，两鸡也有人牛拢出现减产。因为这样的情形呢，就造成那个鸡的下蛋减产30%，乳的产乳率呢减产20%左右。上报也继续发烧，邦桥甲台北上升超过38度，台北市环保局前一天就发布这个真热天气预警。早起也出动泉水车，由淡马港路边大日头跑到到地，差不多超过50度，泉水能帮助降温，可以降低10度C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天气好天真热。日市本岛温度对33度起跳，气象局对着台北、新北、桃园、宜兰花莲台东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机会所在发布红色的灯号，其他的地区除了新竹市，拢是连续出现36度的柑仔色的灯号，一直爱到下礼拜一才小可降温。星期一开始，我们发生38度以上极端高温的几率就很明显的下降了，但是我们在正中午前后的温度还是可以到达33到35度。气象局提醒，体感的温度比实际温度更加悬，部分的地区会出现超过40度的感觉。另外，暗时了后，温度有可能达到30度以上。暗时出运动的人也是要注意，唔通去钓沙。所以呼吁民众规家拢要注意，较莫去拍钓，多多补充水分，防止这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中国时报》。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机场破工，加上天气热，用电量可能会破纪录。一礼拜用电可能会真硬到。今日暗时的备转用量比率可能会涨到4%至5%。台电就呼吁民众用电爱准则，冷气调到28度以上，互用电较稳定。接落来是《自由时报》。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互人指控讲论文抄别人的。伊的台大国法所论文指导教授，嘛是即卖国安局长陈明通，昨是搁再发声明，强调林志坚甲另外一个学生伊正方的论文，因有相像的所在，是因为用同一组文件收集的资料。林志坚是论文的原创者。林志坚今日早起嘛开记者会，公布论文无抄别人的重要证据。上尾是联合报。开12亿订番的新竹市立棒球场，开幕2天就有3位职业球员受伤。和参选人质疑讲，新竹市府无好好监督。新竹市府是强调讲，落照停诉办理。来看选举的消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伫列防疫的问题，讲伊的对手陈时中。认为陈时中应该甲地方会失礼。这阵周万安阁邀请新北市的立委洪明凯加入伊的竞选团队，和外界认为讲是要下县市联手拼选战。也若是陈时中迄边是招前文化部长陈丽君，前立委姚文智甲小天拼选举。甲点假曝感前，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23参加天母相关活动。公告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将举办几啊场电风说明会，张万安火力全开，批评不如改办电风道歉会。此外，找工党立委洪明凯加入法院团队，和改头是联手相北拼胜选。现在选举来了，才说道歉。过去从来没有经营台北，没有跟台北市民互动。现在就要赶着办各地方的说明会，
我认为应该要办地方的道歉会。北北基桃共同联合区域作战，发挥友善国安的连线。但是当时这个经营抗战，先伫社群平台换形象相片，也发文表示，竞选团队的政策小组家己将文化部长陈立军甲前立委姚文智，强调家己下决心要做贯彻阿中模式，拄着唔捌的所在都要请教。不管在交通、都市规划、教育、文化、环保各个层面的城市治理，都有最强的阿中智囊团。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地甲副市长黄珊珊在其同齐出席市政活动，民众热情化动选，更加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被甲郭文地讲台挺黄珊珊，引起关注。珊珊有，应该是我常常去看宋主席啊，都在讨论，他在给我的都很多的建议，没有在讨论选举的事。台北市长选战中现三卡都，互问到若出现起跑效应，有希望摕到哪粒选票？对此，黄珊珊表示，将应该做的代志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风声讲伊邀请苏贞昌作为竞选总部的营务主委，不过苏贞昌无答应。林佳龙当时拜会讲无这个代志，苏贞昌也讲袂引起行政无中立的争议，不过也是全力辅选。另外，国民党的新北市立委洪明凯加入蒋万安的竞选团队，要拍台北市的选战，还有意是讲一定会做伙拍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23早起拜访泰山区顶山山岩，参香佮争辩，不过外界关注焦点是伊定期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传出邀请担任营务主委，不过苏贞昌只讲辅选是天公地道，方解套是和林佳龙两难技术。林佳龙否认有讨论任何机会，强调苏贞昌是上大靠山。苏院长可以说就是我最大的靠山。那当然作为同一个执政团队，他一定会来帮我这个宣扬这个我们执政团队的政绩。没有行政院长在当什么主任委员、荣誉主任委员这一个权利，容易被质疑行政不中立，所以不必让人家引这种话题。苏贞昌意思是技术智慧。林佳龙讲，新北大部分建设是行政院前瞻计划，也是苏贞昌做台北县长所拍基础。竞选团队有真侪苏系子弟兵，包括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立委苏卡会长洪六等现团结精神，也毋过早起行程，苏卡会临时无来。竞选团队中称本来就无邀请苏卡会。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主持新报告秀，校舍证件启用典礼，表示去年新北市投资达到630亿的教育资源，互新北市更较有国际竞争力，用政治拼认真。也毋过林佳龙加入侯友宜政策执行力差，五个本色山的政治无合格，侯友宜大声回击。30年前没有办法解决的五股垃圾山变成夏绿地，我们可以请林佳龙先生去见证新北市五股的大改变。另外，国民党新北市立委洪明凯加入蒋万安发言人团队，有意打造双北连线。侯友宜表示，一定会来同齐作战，针对大台北生活圈做好整体性规划。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已经拍几个月，即马可能有法度会当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联合国甲土耳其伫中间斗敲测，即马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的代表伫咧土耳其签署肥料、粮食甲乌海港口出口的协议，会由土耳其主导，有方双方透过出口的船走私武器。伫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证甲现场内宾的普写当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古甲乌克兰基础建设部长库布拉科夫前后完成签字甲换本仪式。暗讲俄方依然是伫战争的状态，所以由俄方签字了后交予土耳其官员，佮由土耳其官员提予乌克兰代表签字。达成协议的关键是欧美同意解除对俄罗斯肥料甲粮食出口的制裁措施。俄方也同意由土耳其主导设定协调中心，负责保障乌海航行商船的安全，甲检查来往船只，防止武器走私。Перш за все, на них покладені гарантії, що вони не атакують і буде визначений коридор, по якому будуть рухатись суда. Це зафіксовано буде в наши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ях з ООН і в домовленостях ООН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що в цьому коридорі до нього не будуть наближатися там на зафіксовану відстань. Нас,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то, чтобы бы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осмотра судов, идущих в украинские порты, дабы избежать завоза ту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которая бы позволила продолжить те или и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虽然伫顿巴斯地区，俄乌两军犹原是一直交火，不过因为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双方第一摆正式达成的官方协议，所以有关各方拢以审慎乐观来看待。另外，对全球物价一直欠悬有偌大安大作用，也搁爱观察。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来看别个国家的抗争，北非的突尼西亚因为民众不满总统透过受限特权走向独裁，发生大规模的抗争。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民众是认为政府本换食实的单啊，常常去领到过期的食物，要求归去的发现金。也若是阿根廷的民众是不满职业骹球甲组的联赛，地主对连5届拢输去，要求球团的高层爱负责。有几多千的示威者甲警方发生严重的冲突。生气的球迷想要冲向独立队球团的办公大楼，要求高层进行解散，也不过予警方挡掉了。镇暴警察动用手令枪支、催泪瓦斯，想要把民众赶离开。阿根廷这届甲组是当地等级上悬的骹球联赛，独立队原本也是传统的强队之一。也不过新的球季开赛以来5连败，1胜难求，互球迷难以接受，行上街路抗议。所以讲原定当地时间23届土库曼俱乐部的比赛，基于这个安全理由来暂停。相关伫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抗争场面就加真和平啊！伊呼吁占大多数的示威者认为政府所发的食物补贴对换券，敢来生活到政府仓库内底有的物资。民众主张爱发现金，回入各个户头，互民众去买符合家己所需求的食物。Necesitamos la billetera móvil para ver lo que nos conviene, porque aquí nos dan en sobreprecio y lo han admitido ellas mismas, pero nos están encajando productos del año pasado. Ya se va a pasar la fecha y al final ya no va a servir, es para la basura. 另外，伫北非的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民众抗议的理由是不满总统萨伊德照着修宪扩张权力。萨伊德在2019年上任了后，先是伫旧年罢免总理、解散国会，这个月是准备甲修订了后的宪法草案交付公投。جينا اليوم خطرنا ضد البروسيس كامل اللي صار قبل الاستفتاء والاستفتاء في حد ذاته。路透社报道指出，有反对阵营分裂，萨伊德不愿意推动修宪来扩权，成功的机会是真大。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台湾正有名女登山家29岁詹经理，有一个目标是要爬全世界14粒8000公尺以上的悬山。张伊伫咧面册甲大家报好消息，讲伊已经爬起了世界第2高峰 K2，而且伊嘛是台湾头一个不用人工的上诉就完成这个目标的登山家。手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伫世界第9悬的山顶8215公尺的南迦帕巴山留下身影。詹过年7月初爬完 K9了后，走往世界第2悬山8611公尺的乔戈里山，这是伊第2摆挑战 K2。詹过年伫20到7700公尺4号夜底，天气较好了后，伫山顶爬起去。伫伊伫面册报告好消息，挑战免到散数，爬上山顶成功。强调这毋那是个人的挑战，更加是战胜这人类的极限。台湾人去爬这样的山，其实也是都不容易啊。我都蛮正向鼓励有在做这些事情的年轻人啊，帮台湾创下第11座无氧攀登啊，对啊，所以是蛮好的一个结果。卢中华2019年北加中原是想要无到散数爬上 K2，也不过因为山顶的束缚无好，无法度成功爬起去。伊相当来肯定愈来愈多少年人勇敢来探险。台湾时间10月16下午1点10分，终于登顶世界第3高峰观测点。詹过年正是台湾头一个无到散数完成爬上 K2 的登山家，离家己所设下完成世界14座8000公尺悬山目标是愈来愈近，已经爬过9座啊！伊希望30岁进前会使登上村的这5座的高山。记者综合报道。
环保署委托如果儿童剧团创作的环境教育亲子舞台剧，昨是伫咧台北树林的儿童新乐园演出头一场。大人囡仔对台顶跳舞，一出环境保护的亲子舞台剧就要起歌。你最喜欢什么角色？你最喜欢什么？马头鹰。可以让他有一些环境的概念，透过这种亲子剧的方式。COVID-19 已经足久啊，想讲带囡仔出来踅踅。这出拯救地球你我伊的舞台剧是环保署委托如果儿童剧团创作演出，希望培养囡仔爱护环境的概念。回去可以去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附近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跟他们教你怎么去保护这个环境。佳佳，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怪怪的嘞？好像是哎，他们该不会是感冒了吧？剧本由3本环境教育绘本改编，以现代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描写2个小朋友帮助动物的故事。这2个小朋友透过的电脑环境的保育的知识，去帮助侏罗树蛙找一个家，帮菱角鸮找到家，帮北极熊和圣诞老公公有机会能够继续为我们小朋友送礼物。这出亲子舞台剧7月至9月伫全台9个县市巡回，计共11场演出，会使透过网络免费领票入场。记者郭坤、谢桂林台北报道。最后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8度，中部地区27度到36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7度到35度。华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